后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华有一个吴小姐，前一阵啊到邮局的提款机去领6万块的现金，伊是分3届来领，结果这个机器伫第2届吐钱的时阵减吐8000块，伊当下马上就卡这个对讲机来反映，但是邮局的人员一直到2礼拜后才甲通知，叫伊来看这个提款机的监视器，讲这个提款机吐钱未出差错，讲可能是吴小姐家己甲前后领出来的钱混唔对去，是让这个吴小姐气大大。好像这个有混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混在一起？你看我的中间那只手是不是？我中间这只手是不是有隔开？这位小姐人啊，愈讲愈生气。伊讲伊去邮局领钱，机器乃会减互伊8000块。第3次完全领完之后，你也没有完全都算完。请问一下，你每次领钱都会每次算吗？那我一定是每天拿的钱不一样，我才会去算嘛。这位吴小姐9月21日在中华园林的邮局要领6万块，伊分3届来领，但是第2届领钱的时阵，伊煞发现无啥对同，算的煞减领8000块，伊马上卡对讲机反映。不过邮局一直到10月初5才通知伊来看监视器的画面。工程师说那个是他说是我的问题，他们就这种互推的模式，让我觉得他想要就是让我自认倒霉。上次结账都是 OK， 也没有多8000块。没有。一般来讲，机器都是不会出错的。邮局的强调讲，机器绝对袂出订单。监视器的画面嘛，翕甲明，有可能是这位吴小姐家己算唔对去咯。最好，其实假设我领500块，最好是在荧幕再数一下。邮局表示，民众领钱若是发现数字有问题，就应该爱伫镜头进前一张算好清楚，留下证据。不过讲到这届吴小姐要领6万块，煞只有领到5万2，现减8000块。这8000块到底是走去倒去？恐惊就要行司法的程序，才会当找出真相咯。